大家好，相信大家最近都好關心大埔嗰邊火災嘅情況嘅。雖然而家個火災嘅災情都已經大致上受控，但係呢一次嘅火災其實都已經對好多家庭造成生靈嘅塗炭。所以我希望今日可以藉住呢一段短片，同大家分享一啲災後嘅心理壓力反應啦，同埋亦都希望可以簡單咁教大家一下點樣應對呢一啲嘅反應。對於現時受災情影響嘅市民可以簡單分為幾個群體。第一個群體就係最直接受到火災影響嘅居民。呢一批嘅居民可能花一生嘅力氣去供養呢一層樓，而而家呢一把火就將佢哋一生所付出嘅努力付諸一炬。可想而知，佢哋嗰份悲痛同埋絕望嘅感覺係幾咁深。佢哋亦都可能會感到好彷徨、不知所措，對將來好多嘅擔心啦，同埋未知嘅。呢個群體嘅人，而家呢一刻最需要嘅係身邊嘅人可以話俾佢哋聽，點樣先可以攞翻佢有嘅嘢，又或者可能係想知道點樣先至可以拎得翻佢哋應有嘅賠償。而要有效咁去應對呢一份彷徨嘅感覺同埋未知嘅將來身邊嘅人除咗可以安撫佢哋呢一份情緒之餘，亦都可以容讓佢哋選擇可以講或者唔講佢哋而家嘅煩惱，然後有耐心咁陪佢哋去揾一啲唔同嘅選擇出嚟，俾一啲合適嘅資訊或者資源，慢慢帶佢哋離開呢一個困局。而另外一個群體就係協助救災嘅人，尤其是係消防員。好多時佢哋因為要去到火災嘅現場處理一啲緊急嘅事務，而暫時將自己嘅情緒放埋一邊。但係當事件過咗之後佢哋都可能會開始慢慢感受到一啲嘅負面情緒，例如係話見到同袍遇難嘅嗰份傷心，又或者係入到災場嘅時候見到嗰個悲壯嘅畫面而感到無力同埋慨嘆。面對呢一啲延遞咗嘅感受，同樣地，其實佢哋都需要有人去協助佢哋去梳理。因為即使消防員可能知道自己嘅工作上面就係要面對呢一啲場景同埋感受都好啦，都唔代表佢哋嘅心情就唔會受呢啲事情影響。協助救災嘅人員啦，如果真係遇到呢啲事件之後，慢慢開始感受到自己一啲負面情緒越嚟越強烈，而且呢啲負面情緒持續咗好幾個星期仍然揮之不去，並影響到日常生活同埋你哋嘅工作，咁就應該要盡快通知你哋嘅上司，好讓佢哋能夠作出適切嘅安排，等你哋可以盡快接受一啲嘅輔導服務。最後一個群體係普羅大眾，呢啲普羅大眾可以係遇難人士嘅朋友、同事，或者係同遇難人士毫無關係嘅人。但我相信大家作為香港市民，見到呢啲事件發生喺自己心愛嘅城市，個心點都會沉一沉。因為正正我哋係着緊呢個城市所發生緊嘅事，所以先至會變得唔開心。所以各位嘅你哋，無論你係屬於邊一群人都好，請好好記住，要照顧好自己嘅心情，慢慢學識得去接受呢一份唔開心嘅感覺，嘗試認識下佢，了解下佢。究竟呢一啲嘅情緒同緊我哋講，呢一刻我哋需要嘅係啲乜嘢？例如不捨嘅情緒，可能係提醒緊我哋要珍惜眼前擁有嘅一切；焦慮可能係提醒緊我哋需要一啲可預計嘅安全感；抑鬱可能係提醒緊我哋有啲嘢我好想要，但我唔知點樣先可以得到，甚至乎唔知道係咪會得到。遇到呢啲情緒困擾，如果你覺得自己一個人揾唔到出路，就要記緊揾你嘅朋友或者專業人士陪你一齊揾一條新嘅出路。最後，希望大家都明白，每個人都係有各自嘅生活上面有自己嘅苦惱。雖然身邊嘅人未必可以完全幫你解決晒你面對緊嘅問題，但係當你知道你身邊係有人陪你一齊行呢一條路，我相信你點都會感覺到多一份力氣同埋勇氣去繼續行你要走嘅路。祝大家平安。